来，乡亲啊，继续来看这件为国军加薪水，早起伫立法院三读通过了，打来志愿役，每个月加给，为即卖1万块提升到3万块，每年的元旦开始来实施。啊，较特别的是，表决进程在野阵营也是无达成共识，哪边拢提出着家己的版本。啊，表决的时阵，民众党团背色全部弃权，所以上尾啊是通过国民党团的版本。军人待遇条例第5条条文修正通过。替国军加薪水，立法院三读通过军人待遇修正案。来看即卖规定，将军1个月加给13000块，上校、中校1个月14000块，小校以下加给15000块。要不过修正条文通过了后，无论官阶拢同款，加到3万块，将于明年元旦实施。是讲即摆南北合作有10音。弃权8位，本案表决结果可否两方均没有过半数。一直到投票的最后的时刻，在野阵营议员超越平，拢摕家己的版本去表决。民众党必须拢弃权，最后议员三读通过国民党团的再修正动议。民众党主张今年4月才调升过名，反对街头社加薪，人工都要分级到加级25000，将官维持。利用这一次军人待遇条例的修正，我们就直接把志愿役的加级明文法制化，塞在勤务加级里面的志愿役加级，就要同步随着新法的实施来配合做相对应的调整。既然是参加志愿役就能够得到的加级，它当然不应该去分成你是什么样的军阶，这样的公平性才能让我们的军人朋友他更愿意从基层不断的打拼到高层。带头提案的国民党立委齐卡心认讲，安尼买当解决募兵的困境，是讲民进党认讲，伊是为了罢免自救。重要的是，我们的国防预算能不能得到立法院的支持？到现在面临大罢免，又想要来示好，显然又完全违背预算法的规定，也违背了宪法的精神。行政院长杜永泰讲会依照宪法精神提出救济，军人加薪条例伫立法院通过，和条约又搁加添火药味。Hello， 我是庄慧琪。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